上集講咗神信字，今集繼續。呢個係九運在寅向丙。而家我將左邊宮位嘅運星8號放喺中宮度檢查，睇下有冇成門。8號向左係逆飛嘅，逆飛就有成門啦。飛咗8格，而家睇到當運星9號飛咗去巽四宮，因為巽四宮嘅元旦星4號同向宮嘅元旦星9號合成河圖生成數4、9為酉，所以係正成門。向左成門係喺辰嘅位置。而家我將右邊宮位嘅運星6號放到中宮度檢查，睇下有冇成門。6號向左係逆飛嘅，逆飛就有成門啦。飛咗6格，而家睇到當運星9號飛咗去坤二宮，因為坤二宮嘅元旦星2號同向宮嘅元旦星9號不能合成河圖生成數4、9為酉，所以係副成門。向左成門係喺未嘅位置。呢個係九運坐子向午。而家我將左邊宮位嘅運星8號放喺中宮度檢查，睇下有冇成門。8號向中係順飛嘅，順飛係冇成門，所以左邊係冇成門嘅。而家我將右邊宮位嘅運星6號放喺中宮度檢查，睇下有冇成門。6號向中係順飛嘅，順飛係冇成門，所以右邊係冇成門㗎。呢個係九運坐貴向丁，坐貴向丁同坐丙向午，佢哋嘅飛星號碼係相同嘅，只不過坐子向午係向中，而坐貴向丁係向右。坐子向午係冇成門嘅，同樣坐貴向丁亦都係冇成門。呢個係羅庚方向度，呢個係3元九運可用成門。今集講完啦，請繼續收睇成門訣嘅下一集。好多謝你嘅收睇，拜拜。